难托我个表弟，你个不要没事吗？还有，你判案莫查清楚，就将刘秀判死刑，云黑乞丐，难托你吹了关黑毛。夫人拿来数毛鸡呀，该用拿来关啊，此事乃是啊爱呀，真会呀来难啊。爱用要啊来，因着拿来盼啊，爱意呀来负我你，难可来关啊。不用那天来安爱呀，其他天爱来安排。难道以为冇来做啊？本意阴阳见牙才，假今天你唔是讲爱犯错，爱此言我将爱听水来人啊！去干么说啊？来啊拿起烟火把来迎啊，开始呀来舞马鼓啊，两股呀来迎啊。秋天哦，来哟啊来地呀，此事啊来起嘛，평江啊来伊呀来后哦，孩子啊来生啊。本官既然误判此案。此事刘强，秋天那些地，我必天性命就难保啊！王爷，我爱告诉人，燕父母发判啊！哦，连累老爷。就无法可判，好，到底你有个何人？太人呐！给王爷他呀来讲啊！漫步该烟啊，情啊，山有地啦。该舒服，该皮呀。
共同体，我又对了太人是来讲起，这次人哦，这向啊烦啊，嘿呀记呀。给人借起来捕头，地府太人不能相信，将爱是来赶出，都在洛阳见过地府天命，见过爱三人来等消息，想不到三人竟然是我的太哥，忘了，我天要个借起来捕头，他才开命，天要个。这个洛阳地面假青天，安抚相伴。天山乃是爱国，洛阳府的人天命，富土潘安，丰山人命。好啊，洛阳上突然发生了款的事情，误杀人犯，我送天命奏万岁，看万岁爷怎样打算？下王呀！一时出身千古恨，枉费我的人民判案精明，为求查错，想不到也败受到假青天的无痛，竟误判了此案，实是一介无罪之人。刘凤英，兄妹情深，若有退兄长不言数。必听不到太朝廷前去控告俺，到时间俺难免干头面论。虽然俺已经查明真相了，但是刘兄谁也不能复生了。本干俺要把你乡下刘兄排除，俺要如何是好？
犯错，是我不对，不应该输了肉块，再将口角夹到那个安全处。老爷已经错判，相言亮了。夫人，也唔系乜个原谅不原谅，人命关天。要是丧事来到洛阳，从此审案，到时间，你爱都有罪之人啊！这报蔡领导，杨家。王爷公子从神刘琼案件，命在城南，强天暗安阳，命洛阳职务，任天明带案件部前往强天暗，不得违令。两太令哦，小曼，将军呀，请问是哪一只王爷？为太人是王伦王爷。夫妇，是我嘅父亲来，老爷还有救了。夫人啊，是福唔是福，是福就神不过。你可记得我父亲，你爱记得，佢向公政务事。佢那第一件事情，若是将你听吹。既然我做错事情，我当个人接受听吹呀。这样好，马上夫妻前进青天衙门。见过我父，不用。天明，我此番回来，因为刘琼一案，刘凤英送进前来歌唱，他说他的太哥是阎王，也安天用办判呢。我父天明不敢瞒骗老人家，刘琼确实就是阎王啊！哈！既然自己是阎王，你不要助他杀死。我错了，是后人的间谍被人所骗，误定我误判案情。不过我父真正凶手，我已经捉到了。真凶手都捉到，就好判。万岁命我带了双方宝剑，飞转洛阳前来审问此案。我现在就把宝剑交把了你，重新审案。遵命，准批审堂。亚两庄就会敌人驾青天，以及来布头的口强，强王爷过目啊！太人一切有眼的听他。晓得，本府今日审理此案，双方宝剑在此，真强王上秦岭，一旁王爷做主，现持现判来布头，身为公差，好赌神仙。脱财杀人，用金钱赎买官员，摧太恶极，假青天啊！你身为朝廷的官员，敌法犯法，输输金钱，安抚真凶，害得无辜的百姓以太民六条，
将你两人判死刑，求后出嘅阿好。哎呦，救命哦！救命哦！哎呦，救命哦！魏权，案情太怕，真相一判死罪，你可有满意吗？父亲言述有报，真是感谢太人。凤英，害你太高的价钱田，也已经判罪，你可安心吗？对他价钱田也是应该，不过，唉，好，本官自有定他夫人，俺的夫妻结婚按多年以来也并无成约，你看佢两个人。身上一无钱无钱，不如爱养人。书记就做义夫人，意见如何啊？也是当然的呀。咁你哋乜意見？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下時間，咁兩位孫悟乃非常歡喜，來在經上來去。判了一作就説，你大家來做鹽。請問劉強嘅案件只審一半，還有人未判啊？假青天一條拉布頭已經死了，還有馬啥？王漢珠，老爺，此生你的父親身居王位，對你良好嘅教育。提出得理，也重複念天命。平常對人樣把人交代，要做一個清正清白的官員，不可說人一時一後的金錢與物品。但是你今天輸了假青天的有款，將劉強的口供表你案件譜，使得你的相公來誤判此案，劉強來世。你難逃責任，依照太明規範，本官將你判。而家夫托家人不敵要件嘅關係，地非錯信掩飾，現時間佢也得到一種嘅教訓，請你屬下留情，重新發落。好啊！就看在王爺嘅面子上，判你一杆10年。來就按行。杨天明，何一个杨天明啊？作为一个洛阳的地府，就应当然不让百姓过了点钱的生活，无人可给事情发生。当然，刘凤英来看过，应当然追究内部头来查问清楚。审理命案，应当然，免了误造神宗验尸，你乃神验尸的话，就来发现到死者口中还有一节个团子，该按用你来判案，不就无辜了刘球？你做乜讲？你做乜该看？你不刘凤仪，乜该搞大呀！王妃来跳马上啊！大夫为啥啊？此次
情缘来写那写的，来眼望我来杀啦。王爷，别这个么呢？强将佢带回逼吧皇上。唉，天明，虽然哭杀刘强，不过你的错，但是你也清楚，真凶手万世上一个公讨了。此地强天阳，三将封败罪报告，做乜该也得百姓对呀包太爷以此给尊敬。哦，宋朝虽有把文心，为干一生人的情人，不贪不醋，不讲势力，地位判了许多的无头公案，死了以后，人民的崇拜呀！王爷，你只有讲出一半，万言的包太爷中了奸人之计，夫战出意报面，宋仁宗认真审理李茂万太子功劳神态，不敢该讲吹，几个太守亦不敢能拥有保证，也不忍心疾病。但是包太爷自己甘心不安，最后过了虎头铡一忙，人民百姓就因为看自己生的情感，你咋敢做敢担当，所以见没有击败包太爷，也种情形，就拿个一模一样，妇人只为了一扎个肉块，批判圣人，奶奶，奶奶莫催嘛，我的声音，我的自主情感必须要付出代价。现在是毕竟刘强就来死了，我承担一切的后果，因为我的后果难为啊！义父，天生，父亲啊，父亲，天明啊！手中枪铁不口气，上岸都头自飞，我恨情依旧一心，空着情功虽难归。父亲，父亲，娘你莫查清楚，来斩起刘强，难道你脱得了人家的关系么？感谢父你救命之恩。啊，这天莫对我去，这
家阵也着哈晓改安尼，拢本要改枪枪的啦。无，今天迄安尼错，今天迄安尼错，无啦。爱挑死人的嘛，爱撒一招，爱甲贴死人，也都做唔对。你问王秀满啊，是你们自己听错啦。这跳舞我搁去香港，这拢共下去做的，阮拢唱安尼，拢唱惯势啊，唔知影恁遮变安怎？你也着好好改到安尼网讲网推，爱哪有法度无？姐。